春风得意个王魁，自从父子归隐之后，一直惶惶不安，尤其是在夜里。现在你来了楚王的上场跟随，来让听，刚才分明有一种非常非常奇怪的声音，忽隐忽现。现在有没个只兄身处庭院，一派萧瑟气象。哦，生兮兮，阴山山，月色朦胧意来。是因不受夫人在，雨水声后楼里唱啊。不知你们弄到底哪个声音呢？王魁对于带起来一口嘛，哦，原来是你呀！原来是凤飞长松迎风梦，手一个双儿，你是有人来。不对，实际树浪向的声音应该辣上帝，根本窗浪向的声音是啥上火来的呢？王魁身体往外头吐出一点点，背地浪向一口嘛，真切是一阵吹风，叫风沙神也。哟，吹风就起梦动也。乡里路是虚外，雨听啊，天马一声叮当响，东后的绿不水。身处定远下色改，令生儿心意跟随，烦凄凉。放下这纱窗头，送天灯把水就翻。王魁立起身来，拿长棍喊身体受定，再拿这本书啪翻开来嘛，奇怪了，这就得心绪帮我一百。不容易啊！你一个三万元，拿一头传统的，以平台当中专业演唱法都是最精彩的，唱得这个非常的完整，相当的到位。春风得意个王魁，自从父子归隐之后，一直惶惶不安，
尤其是辣夜里。现在你辣辣厨房的上窗跟随，辣浪听，刚才分明有一种非常非常奇怪的声音，忽隐忽现。现在有我搿只小身处庭院，一派萧瑟气象。迎风风，手一个双儿，你是有人来，怕不得。啥子？树浪向的声音应该辣上底。搿么窗浪向的声音是啥上火来的呢？王奎身体往外头吐出一点点，对地浪向一看嘛，正确是一阵吹风，叫风声。开始迎风手，风声在，雨水声。后楼里唱啊，不知你们弄到底哪个声音呢？王奎等于抬起来一口嘛，哦，原来是你呀！原来是凤皮长松。生兮兮，阴山山，月色朦胧来，深夜，哟。吹风梦就起梦东夜，互相离拢涉水外，雨停啊，天马一些。